法王，我正在努力发菩提心，愿为一切众生而成佛。但我心中有一个疑问，我是否应当发愿先成佛，以便具足度众之力，还是应当愿与一切众生共同成就菩提，亦或应当发愿众生皆先证悟，自己最后成佛？根据末后有3种菩提心，犹如国王的菩提心，如同船夫的菩提心，以及如牧羊人的菩提心，犹如国王的菩提心。就像一位通常引领其人民的国王，有国王般的菩提心意，指自己先成佛，才有能力带领一切有情众生趋向解脱和证悟。如同船夫的菩提心，船夫的使命是将包括他或他本人在内的船上每一位都送过河，去到彼岸。如牧羊人的菩提心，牧羊人是跟在羊群后面照料他们的，这和此类菩萨心的道途相似，直到一切有情众生都成觉了，我才成觉。这就是3种菩提心，而他们就结果而言都是相同的。第43任萨迦赤金法王智慧金刚仁波切，摘自关于出离心、菩提心以及阿弥陀佛净土的教授。